安尼刷落来，咱要邀请咱后一位的分享者。咱后一位的分享者叫做一准，伊有一个外号叫做蔡冰，伊是嘿，Hello，伊是阿贤介绍我熟悉的一个朋友，伊进前咧读台湾大学，即摆已经毕业啊，伊想要来分享伊的人生故事，就是伊18岁为离开家己了后，一寡人生的故事，想要用蔡冰的伊讲蔡冰互伊的意义啦，所以咱就甲麦克交互一准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蔡冰，互我5秒开一个 PPT。好，你豆豆来。等者哦，等者哦。好，安尼有看到无？有哦，安尼会使。安尼有吼？嘿，有。好，等者，好。其实我嘛是阿贤的迄个实习生，阁会当请教一摆智慧兄要安怎念无？我拄仔无听清楚。啥物物件？就是实习生还是实习生？实。你后写台落无？你台落就是头一是 IT， 头一是后尾是 IT， 后壁是 SIP 是 IP。好，安尼多谢你。我嘛是阿贤的实习生，毋过我今仔日要分享的代志，因拢无听过，因为是今仔日阿英邀请我来分享我家己的故事。我甲想到足侪进前的代志，大学进前的代志。因为我大学其实我伫咧台南读过册，嘛伫咧桃园读过册。我大学读足久啊，所以我高中国中就是足远的代志，对。今仔日要分享的，就是我伫咧故乡的代志。我足爱食炒冰的代志。其实我来台北以后嘛，我不时就咧找我家己食的炒冰，因为我足爱食炒冰。转去家的时阵，若是会找朋友，我就会约伫咧炒冰店。我若是无找朋友，我嘛伫咧炒冰店，安尼，就是啥物时阵拢咧食炒冰。安尼今仔日我就来介绍我的人生故事。好，这拢是我介意食的炒冰的地图。恁敢有看过其中一个炒冰无？我想要互恁约看卖。米台肉吗？我有看到米台肉。有米台肉。你感觉米台肉是伫倒个炒冰？南部吗？还是北部？中部。其实我因为爱准备今仔日的 PPT， 我发现中部嘛有米台肉的炒冰，毋过我食的所在毋是中部，嘛是毋是南部，嘛毋是北部。台东。对，是台东。对。我头一摆食时，我真正足惊艳的，因为我无想过米台肉会做甜的物件会遮 Q， 遮就是足好食的安尼。别个相片恁敢有看过？即个台东的米台肉真有名，足好食。嘿，伊咸的嘛足好食。应该是台东的米足好食的，因得做米台肉，应该是。豆饼顶关迄是宜兰的蚵饼吗？其实对我最介意食蚵仔的，毋过伊毋是蚵饼。蚵仔面哦。其实迄是台北有一间我住永和，永和遮有一个夜市仔的内底阿伯的蚵仔冰，蚵鱼冰。毋过伊的冰是较无共款，伊毋是普通的炒冰，伊是。永和夜市的落花。对，你住遮？无啦，我即久人伫中和，我即久人伫中和。这叫做片冰，实在是足好食，因为我来台北找足久，可能是第3年我找到这。
伫我诶心内底，这可能有全台湾第2好食诶串冰，可能有。迄正手边顶管迄个粒粒应该是台南诶冰店，敢是？你有食过？嘿有。对，迄真正是足好食，是我进前都无想过，水果配串冰是遮尔好食，所以我若是有朋友要去台南，我拢会甲因推荐讲要食粒粒水果冰。我进前足早转去台南，因为我有伫遐读2年诶册安尼。我拢甲朋友讲我要去台南找粒粒。进前阮朋友拢当做我伫咧台南有一个女朋友，其实我无。只是我拢就伫台南，我拢会去找你安尼啦。安尼我就开始介绍我的故事，因为我即摆要讲足侪串冰甲我的关系，我就想到足侪甲厝的人的代志。好，后一张就是鲜芋仙，恁敢有食过鲜芋仙？无。好，安尼其实为虾米我会讲这是故事呢？意思就是讲我足久无食到鲜芋仙啦。其实这是我个中的故事，因为我爸爸较无闲，我妈妈就会接我甲我弟弟下课，阮拢是3个人会食饭安尼，因为爸爸是业务，因拢时间拢超袂好。阮若是食饭了，其实我甲我弟弟拢食足济啦，所以阮就食饭了，妈妈就会带阮去食鲜芋仙。为虾米是鲜芋仙呢？因为伊的迄个乌糖粿是阮食过上好食的。伊足有名的就是迄个蚕草，嘛是阮食过上好食的。为虾米鲜芋仙会变做咱的故事呢？就因为过2冬后，伊就倒啊。为虾米伊会倒呢？我妈妈就甲我讲，伊有听讲是迄个鲜芋仙，其实迄个时阵无啥串冰店有连锁的，抑毋过伊有连锁，伊做足大，抑毋过伊的总店甲迄个成本掠伤悬，足侪所在鲜芋仙的头家拢无足欢喜，就是因都做伙拢无要开安尼，所以即马应该是只有台北有鲜芋仙。我妈妈进前来台北找我，伊就讲想要食鲜芋仙，我袂记得最后有食着无？对，就是我妈妈甲我讲的，对，所以伊有时阵就会甲我分享伊的啥物观察。好，后一张就是我伫咧家己足早咧食的串冰。恁敢有听过即间冰店？台湾人的店的。对。台湾人的店迄就单听播因兜。你嘛知？我家己人嘛。我进前就是细汉时阵食的时阵，我就感觉伊的迄个杯足特别的。而且台湾人的冰伊嘛有味道。是我较大甲伊历史之后，较知影这是陈定波因后代的厝。这有啥物故事呢？其实，我妈妈，阮拢食迄个桂圆冰、综合冰。毋过恁看倒冰的所在，其实有两个物件较无共款。其实伊是咧韩字的。为虾米伊会用2个遮大的歌怎么说？遮大的歌来韩字，其实迄个原因是本来因的店足细间的，其实本来是伫咧卡车的顶悬，伫咧卖韩字的一对红衫。对翁仔某啊！一对翁仔某，对。因着卖足久，生意较好，最后甲变成咧做串冰，搁开店。其实恁看迄个因的迄个头前的装较特别。其实因做冰店做到因规间即间串冰店，2楼、3楼、4楼，规间透天的拢互因买起来啊。
所以阮妈妈讲即个故事的时阵，我就感觉哦，拍拼的人最后会当为足细件的物件变做足大件的物件呢。我搁爱我本来是我搁爱分享一件代志，因为我足早甲妈妈做伙去食冰，去食串冰。也毋过，阮两个食串冰的时阵，就会发生一件代志。阮两个人食拄好嘛，毋过有时阵冰的就无够，安尼要安怎？恁会想讲要安怎？你讲一碗冰两个人食无够哟，还是安怎？就是冰有时阵会无够。其实迄个时阵，阮妈妈就甲我鼓励。毋无你着去问看卖会当加我一点冰无？可能毋免钱。也毋过我细汉时阵，我着足害羞诶。毋过我嘛，因为我最爱食串冰，我着互我勇气，我着有去问。最后因佫甲我问，你爱加乌糖无？所以即件代志，即个经验就互我足侪勇气诶，我感觉，因为对，阮妈妈感觉我爱家己会使会使互我能力。练陪爱练较够诶。对，伊就感觉我想要啥物，我就爱有迄个勇气，去甲别人安尼讲看卖。阮爸爸嘛是安尼。伊就为细汉时阵就鼓励我爱甲别人讲话，所以这是第二个我甲串冰的故事。好，后一个迄个串冰足特别的，因为因拢是甲冰卡伫咧顶悬，所以冰来的时阵，你拢毋知影即碗是我的，还是我弟弟的。嘿。对，足特别的。伊迄倒卡嘛，迄就是撩你下边。对。无我看嘛，毋知影第一碗是我的。好，后一个虽然这毋是冰，毋过其实我就是伫我的心内中，这拢是共款的物件，因为拢是我足介意的物件。我转去家的时阵，就足爱食的物件。毋过这个故事较无共款。因为我拄则有讲，阮爸爸较无闲，因为伊做业务。毋过，伊礼拜拜六的时阵，就会带我甲弟弟妈妈出去耍。有时阵妈妈想要伫厝看电视，就阮三个人出去耍。有一摆，就拄好爸爸的台北的朋友来家己找伊耍。阮就拄好无想着要食啥物，毋过我就想着几当前，阮爸爸有带我去食过一个足好食的物件，毋过我毋知影名，我只有记是啥物甜甜的蚵仔的感觉。其实我迄个时阵我无啥介意食蚵仔，因为火锅内底的蚵仔煮伤久就烂去，无煮伤久就较甜嘛。所以我迄个时阵就头壳的内底就有一个想法就出现，我就想着一个足好食的蚵仔，我就甲我爸爸讲，我爸爸想，其实伊想足久的，毋过伊就知影是食，对，所以阮就来食即个蚵仔。为虾米我要分享这呢？因为伫我甲阮弟弟记忆内底，其实爸爸拢无啥伫咧厝，毋过即间冷冻蚵仔，就互我想着，之前有一摆，爸爸有带阮去食好食的物件安尼，对。好，安尼后一张，好，即张嘛要问大家问题，大家有看过即张图无？有喏，农民伫后壁迄是。你甲我要问恁的问题就歹势啊，讲出来。就农民的较早是黄色的，后壁就这呢。对，大家敢拢有看过，敢有无看过的人？我毋捌呢。
你毋捌吼，哦，赞哦，啊，佫有无捌的无？有看过，毋过无咧甲注意内底来着。哦，好，其实这是我细汉时阵伫咧屏东看到的，就是找阮阿嬷的时阵，因为伊桌顶就有一本一册嘛，啊，看的时阵我就感觉哦，哇，这敢若足厉害的，因为我细汉的时阵，小学的时阵嘛，迄个时阵啊，还袂化学，这拢甲啥物甲啥物会变成有毒。要解毒是要食啥物，拢写清清楚楚，我就感觉哇，这是虽然我看无啦，无啥看有，毋过我就感觉最厉害。恁会当看较仔细一点。我有啊。看较有一点，其实有一个物件出现足侪摆。面膜黑啊？毋是出现足侪摆拄好我嘛足爱食金啊？毋是，佫有一个物件出现足侪摆，伊甲串冰是有关系啦，对啦，我应该袂选金嘛。番麦啊？毋是，真正是足侪摆。差不多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。啥物色诶？7、8、9、10。哇！哈？啥物色诶？伊拄好无毒啦，因为伊毋是会产生有毒的物件。豆啊？对，绿豆伊是用来做解毒的物件。因为我细汉时阵，我就感觉中医是足厉害的物件。因为即件代志，我就伫细时我就感觉绿豆是足无简单的物件。所以其实我伫咧食串冰的时阵若是熟悉我较久的朋友，就知影我足介意食健康的物件。有时阵我就会感觉食串冰我嘛爱选好的物件。绿豆会当解毒，红豆会当补火，食番薯会当顾阮的胃肠，食蚵仔嘛是足好的物件。所以其实我伫咧选串冰会了的过程，就是我的安怎讲，我的自我实现。拢甲我介意的物件拢控制伙的感觉，对。好，安尼我要问大家问题，安尼啥物是串冰？甲真侪种料放做伙，面顶用冰诶来食，面顶放冰来食。好，会当搁较直学一点嘛？串冰敢是伊用即块冰，咧用一个磨咧甲串落来安尼。对，这拢是串冰。对我来讲，串冰就是甲足侪介意的物件放做伙的物件。其实串冰嘛是对我来讲嘛是思念，因为我拢会想讲即摆转去家己，我要食即间还是迄间。搁要约看觅无？我补充一个，迄阵会记收者尾哦。收者尾，好，安尼好，等我5秒。好，其实我感觉，好，我着后一张，等一下哦。其实对我来讲，串冰有足侪意义的。你看仙女线的图，伊就是我妈妈咧教我迄个你有一间店的时阵，你的特色，因为我讲是成本的问题，着足侪仙女线伊着无想要开嘛。第2张图就是阮妈妈鼓励我要甲别人讲话，若是想要啥物物件，着爱讲看觅，你会当得到物件。第3个图就是我食物件的时阵，
我拢会感觉我伫咧自我实现，因为我的选择我认为是好的物件。啊，第慎重度就是我虽然讲阮爸爸做无用的，也毋过伊进前嘛是带我食足好食的物件，啊，这拢有伫咧我的记忆内底，安尼。好啊，好，安尼我着最后一个问题。为虾米带冰是我的人生？我想要大家想看觅，人生需要啥物物件？故事。需要食物件。对，需要食物件。然后人生嘛需要勇气。然后人生就需要足侪物件。好，因为时间问题，我着互大家看我的答案。其实这拢是人生内底足重要的物件。人生着需要知识，嘛需要在乎你的健康。啊，我感觉人生着是做看觅，也毋过我伫咧食串冰的即款代志，我着食看觅，啊，我着知影我介意啥物。啊，介意啥物，我嘛知影我为虾米介意即个物件。啊，我着会找。有一个故事，就是本来我去台北，啊，足侪人着讲啊，台北的物件足贵，无好食。也毋过有一摆我着找着我足介意食的串冰。伫迄个瞬间，我着介意着台北啊，因为我介意做合串冰，我较会感动。是即件代志。啊，其实串冰对我来讲嘛有足侪意义的，对。好，安尼我的演讲先到这。好，咱开放3个问题。有人想要问问题无？想要问一阵问题无？想要问带冰问题无？我想到一个问题，请讲。请问家己人咧食带冰，敢有咧蓝白醋？哦，这我无听过呢。你讲会酸酸的迄个白醋？是会甜甜的迄个白醋吧？哦，白醋敢袂甜？就是咱讲美乃滋对对。家己人的白醋，敢毋是迄个美乃滋？哦，头一摆听到迄个。哦，原来如此，歹势歹势。因为听讲就是即个家己人食迄个啥物啊，凉面拢会染白醋。哦。啊，所以头拄迄个问题啦，其实要问你讲带冰敢会共款染白醋？哦，是当然是袂啦，带冰已经足甜的。我是家己人，毋捌听过迄个带冰的蓝白醋。我想要问讲，你遮介意食带冰，你敢会食带冰的时阵，互恁兜的时大人骂讲囡仔人莫食遐济冰？无呢，阮拢是爸爸带阮去食的呢。规家伙拢爱食。对，伊着感觉着伊平常时拢无时间啦。伫咧礼拜的时阵着食中昼了，着互阮转去厝，安尼伊着无做足侪代志。伊着感觉爱带阮去公园散步，爱带阮去食带冰，所以阮拢会食带冰。你寒天的时阵才会共款食带冰？对，我寒天嘛最爱食带冰。我会当搁分享一寡小代志，就是其实我找带冰即件代志，毋只有是食带冰。我来台北之后，因为我最爱食甘蔗，我找足侪所在，我嘛甲朋友讲，你若是有伫台北说的时阵，看到甘蔗，一定要翕互我看。最后我伫咧家人有找到甘蔗，我足欢喜的。所以我其实我就是一直咧找豆花，一直咧找带冰，一直咧找甘蔗。所以我
我有听过，拄仔迄个大兄，伊讲伊是住伫咧庄骹的都市人，我就感觉我是住伫咧都市的庄骹人，伊伫咧都市找我介意的物件。上尾一个问题，互米粉圆。我感觉你用蔡斌来讲你的人生的故事，真有创意。我的问题是，你敢有食过蔡斌内底有放种咸的土豆，就是迄种咸脆脆迄种土豆。要去对食这蔡斌？我伫迄个新台大学路顶悬有一间刀削蜜豆冰，已经足久啊。我足少食迄间的呢，我拢毋知。我会记得伊的刀削蜜豆冰内底，伊嘛是拢有放水果，较济啊。有较特别就是有放土豆，咸脆脆迄种土豆。好，我后摆转去新台行，我一定会食迄。多谢米粉圆啊。好，感谢蔡斌的分享伊的人生故事。其实我嘛真介意食蔡斌，我嘛真介意食豆花。以后我才去台北找你开讲，爱食蔡斌食豆花。感谢你。